各位大家好，呢集係耶穌是誰？題目係彼得眼中的耶穌是誰？我哋要睇下彼得究竟信唔信耶穌係神的兒子，主要係參考路加福音從第4章到第9章嘅呢一段經文，因為主要係依靠佢嘅時序，即係事件發生嘅次序，亦都有參考其他嘅福音書。彼得係第一個跟隨耶穌嘅人，而且耶穌亦都一早就話定呼召佢嘅時候，話彼得將來要得人如得魚一樣，開創呢個基督教嘅。全文呢係共有3段嘅討論，係從耶穌從一個人開始，去到佢得着最先嘅4個門徒，之後設立12使徒，並且按部就班嘅俾佢哋一啲適當嘅訓練。由於彼得係第一個最早跟隨耶穌嘅人之一，所以我哋主要係從彼得嘅眼光睇耶穌究竟係乜嘢人。直到第9章嘅時候，彼得先至能夠確認到話耶穌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初開始嘅時候，彼得對耶穌嘅認識唔係好多，因為一個住喺山上面，耶穌係木匠出身啊嘛，一個就住喺海邊比較富裕嘅地方。耶穌比彼得年長唔超過10年，好可能係幾年嘅啫。佢哋係喺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之後先至開始認識嘅，所以彼得佢哋同耶穌之間係並冇深厚嘅感情，亦都唔會貿然嚟到幫佢造假嘅。至於耶穌一路行各種嘅神蹟奇事異能，佢其實係想從呢啲能力裏面，呢啲異能嘅裏面表明佢有掌管生死嘅權柄，即係佢係神的兒子嘅身份，與神同等。但係喺呢段時間裏面，佢冇明講，直至到彼得確認到喺佢嘅經驗裏面認識到呢位耶穌就係基督永生神嘅兒子為止。之前耶穌只係施行神蹟奇事，證明叫周圍嘅百姓睇見佢嘅能力，就能夠確認佢係神所選立嘅基督，係與神同等。好啦，我哋開始第一段，就係耶穌呼召彼得嘅時機，同埋點解彼得同埋佢3個嘅使徒，另外3個使徒會接受耶穌嘅呼召呢？原來耶穌喺呢件事件裏面，亦都係施行咗一個嘅神蹟。當時佢喺革尼撒勒湖邊嚟到去講道，人群太多，佢於是乎叫咗彼得嘅船過嚟，叫彼得將佢上咗船啦，叫彼得將佢撐開少少離岸邊，於是乎佢就能夠同更多嘅人一次過嚟到宣講神嘅道啦。好啦，完咗啦喎，跟住啲人就散去啦，而彼得好可能喺呢個時間睄咗主耶穌一眼，表示佢心裏面有啲諗法，有啲可能係不滿，並且呢個不滿係構成一個罪嘅程度嘅。
耶穌跟住直接嘅叫彼得將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彼得跟住就埋怨啦，佢亦都埋怨嘅時候，佢話：我哋做咗成日啦，成晚啦，都一無所獲嚇。諗下，跟住繼續講。不過照你所講啦，我哋即管試下啦。當嗰啲魚多到網上嚟嘅時候，船都嗰個漁網都幾乎裂開，要2條船嘅人先至能夠戚到佢上岸上船上。西門或者彼得呢，見到咁大堆魚，眼都睜開晒。呢個等於好多個船飛噶啦，好多個晚飯噶啦，成個月都得噶啦，仲夠晒呢2條船嘅所有嘅人用添。彼得內心裏面即時觸發起佢一個感覺，佢有一個好特別嘅行動，佢即刻俯伏喺耶穌嘅腳前，就話：我係個罪人，離開我。其他嘅人都覺得好驚訝，跟住耶穌同佢哋講：你要得人如得魚一樣。特別對彼得講嘅係，跟住佢哋一上岸就即刻放低晒所有嘅嘢，跟隨咗耶穌，成為耶穌最先嘅4個門徒。喺呢度我哋有一個非常特別嘅情況，就係彼得見到咁多魚，佢係突然間覺得佢有罪嘅，向耶穌認罪。但係頭先喺船上冇發生過打鬥啊、搶劫啊，冇啊。咁可能係彼得心裏面諗咗一啲對耶穌係辱罵啦、不敬嘅嘢啦，係咪啊？睇返之前早一啲時間，彼得同耶穌都曾經相遇過嘅，就係耶穌治病趕鬼之後，去到個隔離小屋冇幾遠嘅地方，就係去到彼得外母嘅屋企。當時彼得個外母患咗熱病，耶穌叫佢起身，咁熱病就退咗啦。彼得個外母就起身服侍耶穌啦。服侍耶穌即係咩意思啊？唔通開個電腦叫耶穌打機咩？係咪啊？梗係招呼佢食飯啦。而且耶穌啱啱做完嘢啫嘛，係嘛？耶穌嘅能力引起咗彼得嘅注意，但係佢食飯冇找數，呢個又係事實，令到彼得會掛心嘅。即使彼得想要追隨耶穌，佢仍然都係有所保留。所以到革尼撒勒湖嗰度，啲群眾散去啊，耶穌又唔係好似啲 KOL 咁要求啲人打賞佢。喺彼得睇起嚟，尋晚白做，今日早上幫你撐住船撐咗咁耐，又係白做，可能仲要帶你返屋企再食多餐添。所以人係經濟嘅動物，彼得咁諗其實又唔係唔啱嘅。所以彼得係對耶穌既愛又掛慮。耶穌其實好明顯係知道佢嘅掛慮，於是乎直接望一望，叫彼得話將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當啲魚一網上嚟嘅時候，彼得突然間心裏面受到一個重擊。佢頭先喺心裏面好明顯對耶穌講咗啲不敬嘅說話啦，係嘛？可能話佢白食白住啊，
諸如此類啦嚇，我唔知啊嚇。不過呢個都係我講嘅啫，可能彼得比我嘅情況係會更加積極進取同埋善良嘅嚇。好啦，我哋睇咯，經過呢件事之後，我哋睇到耶穌咁年輕，佢冇權冇勢，最重要係冇錢，累到阿彼得呢兩餐都要擔心要照顧埋耶穌嘅。如果佢跟隨耶穌嘅話，如果唔係下網打魚嘅神蹟令到佢哋改變，對彼得，尤其是彼得嘅內心嘅衝擊，佢點會突然間覺得佢係一個罪人呢？耶穌點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得一條友係嘛，得一個人，乜都冇，靠把口，當然仲有好多神蹟奇事、醫病趕鬼嘅事，彼得都看在眼裏。但係最貼身嘅係你有冇錢開飯啊嘛？耶穌經過呢個神蹟之後，得着咗4個門徒。如果唔係4個門徒呢，係兩家人嘅中堅分子啊，賺錢嘅中堅分子啊，漁夫嘅專業啊，彼得仲可以請僱工幫佢手嘅添嘅。如果唔係有一個咁大嘅衝擊，呢個神蹟所謂嘅，如果呢個神蹟唔真實嘅，呢兩家人4個仔點敢放下所有嘅嚟到跟隨耶穌呢？如果呢個神蹟係假嘅，唔存在嘅，係彼得作出嚟嘅，佢點樣同家人交代呢？佢有外母嘅喎，即係話佢有老婆要養嘅啦。咁如果唔通佢走咗去跟耶穌傳道，佢老婆養翻佢，咁即係食軟飯？呢個彼得門徒係從起初就見盡晒所有嘅事發生喺佢自己身上嘅，佢就跟隨咗耶穌；發生喺佢周邊嘅，佢見證咗耶穌嘅能力、神能同埋權柄。各位自己可以諗一下嘅，究竟呢個神蹟係咪真實嘅呢？如果唔係真實，彼得佢哋4個人喺邊度彈出嚟呢？耶穌佢係木匠，佢唔屬於文士、法利賽人或者係祭司體系，所以佢冇糧出嘅。佢憑乜嘢能夠收呢4個人為徒弟呢？好啦，第二個事件就係醫治癱子嘅事件。喺回想呢件事嘅裏面，彼得其實啱啱跟隨咗耶穌冇幾耐，大家可能諗樣樣都係一帆風順啊！彼得都可能係咁諗，但係喺醫治癱子嘅呢件事嘅裏面，佢內心受到好大嘅衝擊，因着耶穌佢喺各地安息日裏面施行各種嘅神蹟、醫病趕鬼，佢嘅聲名好快，因為佢好多嘢都係喺公開場合裏面進行嘅，所以佢嘅聲名好快就傳開去。但係你要記住佢唔屬於猶太教嘅系統嘅裏面嘅喎，佢冇身份啦，但係佢教訓人喎，甚至在場嘅係有猶太人嘅長老啦、文士、法利賽人啦。所以當有一次佢入到一個城嘅裏面嘅時候，當地唔滿意耶穌嘅人，主要係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原來一聽到耶穌嘅風聲，
已經即刻飛撲去跟住耶穌啦，跟住入咗一間細嘅屋嘅裏面。但係留意喎，佢哋呢幾個人竟然能夠喺一間細嘅屋裏面攞到頭嗰排嘅位置，對到正耶穌。咁即係話佢哋嘅反應係十分快捷，並且係有備而嚟。佢哋唔係探子嘅形式，探子派一個就得㗎啦。佢哋幾個人即係各方面嘅專業都有啦，係嘛？咁目的咩啊？佢可唔可以喺嚟得遲，坐喺屋外面啊，或者坐得後啲啊？梗係唔得啊！坐正喺耶穌面前，如果耶穌好似啲魔術師咁玩魔術嘅話呢，一篤佢就穿噶啦，篤穿咗耶穌嗰個把戲，只會視耶穌係一個行走江湖賣藝嘅人。耶穌見佢哋，亦都知道佢哋嘅來意，所以等到個毯子嗰四個朋友將屋頂拆開，將個毯子掉落嚟放喺耶穌嘅跟前，跟住耶穌望一望佢哋，佢話，然後就同嗰個毯子講：小子，你的罪赦了。講咗呢句說話之後呢，呢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果然係有經驗嘅人喎。你說僭妄話，只有神能赦罪㗎。你咁樣講即係自比為神喎。呢個係褻瀆神，係死罪嚟㗎。呢班人喺個面上就已經露出咗呢一句嘅說話，呢種嘅不滿，但係佢哋仍然忍住。雖然耶穌鬧咗佢哋，因為佢哋亦都知道神唔聽罪人嘅禱告㗎，即係話如果耶穌係褻瀆神，等陣間呢個癱子唔會醫得好，所以佢哋即管忍多一陣，忍呢個耶穌。耶穌亦都喺中段嘅時間，即係赦咗罪之後，佢哋有不滿嘅時候，鬧佢哋。耶穌反問佢哋，講邊樣嘢先，對我嚟講冇分別，不過我專登赦咗佢罪先，然後先至醫好佢。我要證明俾你哋睇，神將赦罪嘅權柄賜咗俾我，賜咗俾人。所以當癱子攞起個褥子嚟，走吧，醫好咗啦。周圍見證呢個神蹟嘅百姓就歸榮耀與神，話神將一個赦罪嘅權柄賜咗俾人，實在係使佢哋滿心歡喜。其實耶穌呢個安排係有別於一般行走江湖嘅騙子嘅。因為如果佢冇咁嘅能力，佢就應該話先講，嗱，你嘅褥子走啦，嗱，你嘅褥子起身，見佢起唔到身，咁咪派彼得佢哋扶下佢咯，係咪啊？再唔係將佢唔知塞去邊度，喺後院度掟走佢，下次先講你的罪赦了都得嘅啫，係嘛？但係耶穌係解釋俾佢聽，佢咁嘅安排係要叫佢哋認清楚，企喺佢哋前面嘅嗰一位有赦罪嘅權柄，與神同等。耶穌係要證明俾佢哋睇，佢係邊一個。但係耶穌冇直接講，咁會唔會嗰個癱子係演員啊？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佢仲有4個朋友嘅噃。耶穌亦都係巡迴報道喎，即係佢去到一笪地方，佢唔會即刻識到
嗰度有招募臨時演員嘅人㗎，係嘛？另外，佢哋亦都坐喺耶穌嘅面前。耶穌如果有咩符 fit，好似玩魔術咁，有啲傷喺度，基本上佢哋呢班人係可以即刻睇到啊。而彼得喺呢一度呢，佢哋彼得同埋另外嗰3個最早嘅門徒喺心裏面係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因為喺跟隨耶穌之前，即係冇幾耐之前，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就係佢嘅老師，佢哋嘅老師教佢哋聖經裏面嘅知識，舊約聖經裏面嘅知識，亦都係佢哋所尊重嘅長者。但係耶穌喺呢一度係直接正面咁嚟到衝擊佢以前嘅老師，並且逼佢哋承認耶穌嘅身份。只不過佢哋點都唔肯承認，佢哋有佢哋自己作出嚟嘅理由。佢哋雖然喺現場裏面找唔到破綻，但係佢哋之後會揾出各種嘅理由，並且佢哋決定要點樣嚟到去對付耶穌。喺呢件衝擊裏面，喺彼得佢哋嘅眼裏面睇起嚟，如果彼得有幫過耶穌出蠱惑，你估彼得敢唔敢繼續往前行，跟隨耶穌呢？你諗下，所有嘅人都喜歡真材實料嘅，係嘛？佢如果發現呢個咁後生嘅耶穌又冇身份嘅，喺猶太教裏面冇身份嘅，淨係星期日，係安息日走去挑戰下呢個，挑戰下嗰個。今次嚟呢個呢，就更加厲害，直頭係挑戰向系統裏面、體制裏面嘅人作一個正面嘅挑戰。如果彼得佢哋有幫過手嘅，做呢個魔術嘅話，恐怕佢哋即刻就會離別耶穌，去返佢哋自己嘅屋企。因為喺自己屋企裏面，你唔使呃人啦，你付出勞力就可以賺到啲魚噶啦嘛，係嘛？夠生活啦。跟隨耶穌成日都要出蠱惑嘅，你唔虛心，你唔心虛，我都心虛啦，係嘛？呢件事係記喺好前嘅時間，係彼得啱啱跟隨咗耶穌嘅時間，所以喺彼得嘅心裏面係留下一個好大嘅衝擊，係耶穌帶住佢哋去面對呢個挑戰。經過呢件事之後，耶穌專門向呢幾個門徒講論咗一啲嘅事情。喺和合本聖經裏面嘅細標題就係論禁食啦、新舊難合嘅比喻啦。呢兩方面嘅講論其實亦都係針對住要準備同呢啲文士同埋法利賽人背後嘅體制分開。耶穌佢話佢就係新郎哥，佢嘅門徒就係陪伴嘅人，所以佢哋可以唔根據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嘅規矩，可以又吃又喝，唔受舊約嘅規矩，因為主角係耶穌，佢先至係新郎哥。然後耶穌亦都繼續解釋，佢準備要叫佢帶領佢嘅門徒脫離呢個舊約嘅體制同埋系統。佢話新舊難合，就係唔好將新嘅布搣落嚟補落舊嘅布上邊，因為兩塊都會壞噶啦。
耶穌就係新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所代表嘅就係嗰個舊嘅煲，亦都唔好將新嘅酒放喺舊嘅皮袋裏面，因為最後尾個皮袋一定會爆。就新酒同埋個舊嘅皮袋都會嘥咗嘅，而飲開舊酒嘅人始終都會覺得係舊嘅好一啲，即係暗指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佢哋好難改變。再過咗幾個安息日，同文士同埋法利賽人繼續嘅嚟到去對峙，去到一個安息日嘅會堂裏面，有一個人枯乾咗一隻右手嘅，周圍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就及住耶穌，可能射呢眼啦，唔好正面望住佢啊。其實佢哋係睇下耶穌，你究竟醫唔醫呢個人？今日係安息日喎，你小心啲噃。雖然佢哋心裏面咁諗，但係其實耶穌就明明咁鬧佢哋嘅心嘅諗法。喺安息日行惡定行善，邊樣可以啊？救命同埋害命，邊一樣可以啊？耶穌大聲嘅嚟到責備佢哋，佢哋唔敢講啊，因為佢哋唔知道應該係點樣回答。因為如果照着佢哋安息日嘅規矩，咩都唔做得嘅話，即係叫嗰個人忍多陣啦。你有病就希望你今日唔死啊，過咗今日你先至去揾醫生啦啊。而呢個右手枯乾咗嘅人，佢已經係冇咗希望好耐啦。但係佢係神嘅所愛嘅以色列人。耶穌亦都係用一句說話叫佢將個手伸出嚟，個手就好咗啦。呢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當眾俾耶穌丙咗一餐之後，佢哋心裏面非常之唔高興。明明佢犯安息日啦，但係礙於的確又係一件好事嚟嘅喎，百姓都會聽耶穌講嘅喎，所以佢哋惱羞成怒，出去就商議點樣懲治耶穌，即係點樣捉耶穌，或者殺咗佢咧。呢個就係追殺耶穌嘅開始。經過呢件事之後，喺彼得嘅眼裏面，佢就睇到耶穌已經係好明確咁要同舊約嘅體系決裂，所以彼得就記錄低耶穌即刻上到山上禱告，並且從隨行嘅人中挑選咗12個門徒，佢哋稱佢為使徒。佢嘅意思，佢記錄低呢件事，緊接住喺安息日同舊有嘅猶太系統決裂，選立耶穌喺呢個時間，喺呢個時機選立12個使徒，個目的係好明顯，要用呢12個人取代成個舊有嘅文士法利賽人嘅系統。喺彼得，即係喺總結裏面，喺彼得睇起嚟，耶穌從呼召彼得開始只有4個門徒。咁當然啦，呢4個門徒都總好過耶穌當其時之前得一個人赤手空拳，係嘛？而家有4個人啦，跟住佢啦，然後佢帶住呢啲門徒去認識佢嘅身份。喺舊有嘅系統同佢決裂之後，耶穌於是乎
選定12個門徒嚟到取代成個嘅猶太教嘅系統，取代呢個，而呢個唔係一個臨時嘅決定喎。你喺呢個決定之前，耶穌已經講俾佢個門徒聽，佢唔將新嘅布補喺舊嘅布上面啊嘛，係嘛？佢其實已經係暗示咗佢將會採取嘅行動。到佢最後一次俾機會呢班猶太人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但係喺佢哋面前公然行一個神蹟，叫枯乾一隻手嘅人嚟到去復原。你諗下，如果呢個公開對視嘅神蹟係假嘅，係彼得作出去嘅，作咗上去嘅，呢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之後點會追殺耶穌呢？點解佢唔即場按住律法守安息日嘅規矩嚟到即場捉拿耶穌呢？個微妙處就係耶穌做咗一件佢哋睇起嚟對喺安息日係唔尊重嘅事，係好大嘅罪，但係喺百姓睇起嚟呢件卻係一件非常美嘅事，亦都係呢件事令到佢哋唔敢即刻拿住耶穌，亦都從呢件事開始，佢哋決定要追殺耶穌，而耶穌亦都設立起12使徒。所以喺彼得嘅眼光中呢，你睇見耶穌佢唔係淨係識行神蹟奇事、做魔術表演，而係佢係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嘅去嚟到向前行。向前行嘅時候，佢否定咗要改造呢啲猶太教嘅人，而係設立佢自己嘅系統。當設立呢啲系統嘅時候，其實喺彼得嘅心裏面係起咗一啲好大嘅衝擊。當然神蹟一定要係真嘅，彼得知道佢冇幫過耶穌手，同時間佢亦都感覺到耶穌俾佢嘅挑戰，帶住佢哋12個門徒將要面對嘅挑戰嘅壓力。如果彼得係改寫聖經、改寫耶穌嘅事蹟，你估佢夠唔夠膽咁樣嚟到挑戰佢屋企人世世代代都相信嘅猶太教同埋佢嘅系統呢？你估佢夠唔夠膽挑戰佢從前嘅老師呢？第1節